洋行是1865年安平港开港通商之后，由英商所设立的贸易据点，目前仅存德记洋行跟东兴洋行。这回特别经过1年的修缮跟换展作业，重新开幕。洋潮来袭，那我们回顾安平商贸的一个黄金年代，在这个186年之后的一个黄金年代，其实带来了非常多的外国的，包括使节，包括了贸易的代表，包括了商人，还有带来很多国际上面要来交换贸易的一些货物，其实让整个安平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热度一下子就热了起来。这次展览规划走贸易、居安平、启洋行跨时代4大展区，呈现安平作为贸易港口的发展历程，并探索洋行社交文化跟商业运作的幕后故事。特别的是，许多资料是取得英国国家档案馆、剑桥大学图书馆跟故宫授权，展出复制品，让民众了解当时19世纪台南作为国际贸易港的黄金年代，并见证100年前台湾茶叶、蔗糖等产业的发展跟历史渊源。记者寿怀台南采访报道。